好啦，又係試集揾靚馬沿途呢，方便大家容易啲揾到，參考下嘅。咁啊，第一場呢，就有3隻嘅，分別就係4號精明選擇2粒星。嗱，呢隻馬呢，放喺頭跑呢，低班呢，前領呢好着數，佢快步速都好嘅。呢隻馬試集靚，神操都靚。咁啊，同埋2號大利好運，1號金絲聖將。第2場呢係冇嘅。第3場有一隻無極勇將12號。第4場呢有2隻嘅，4號連心星，5號年年勝利。第6場呢，唔係第5場啊，有一隻2號實力哥。第6場2隻4號飛雲追同埋9號清遠之星嘅。第7場呢，有隻初出嘅阿輝哥嘅扶搖世勁啊3號2粒星。第8場啊，第8場有隻14號聖意，2號廣林福將同埋13號新意馬嘅。第9場1號升龍區，12號燭光晚餐。嗱，呢隻馬呢，就應該係一隻泥地馬嚟，但係佢60分呢，點解唔跑呢？4班嗰場即係第5場嗰場1000要喺呢場3班咁強組度跑呢，佢係讓咗隻廚神去跑喎，石哥。咁啊，如果我覺得60分，不如重磅啲都唔怕跑嗰場4班冇咁強對手。呢場啊3班啊真係好犀利啊！呢啲對手，你喺放啊，佢都好多前領馬喺度嘅，咬住你都冇乜着數。另外呢就10號黃龍飛將同埋8號德心之遇嘅，呢場有4隻。嗱，呢啲呢就係呢個禮拜3呢試集嗰啲靚馬嚟嘅，大家可以參考下，睇下從中揾唔揾到啲靈感，贏啲錢，開心啲。快樂賽馬，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嘅，希望大家呢訂閱、點讚同分享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